请你人坐落点点，了举手合起来，所以念Namo Tassa 3刀 ，1 2，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Panati Pat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Adinadan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Kamesu Miccachar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Musawad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Surameraya Majja Pamadatan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Imani Panca Sikkhapadani Samadhiyami, Sadhu, sadhu, sadhu.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Misalnya, ulang ciri gua liam itu ulang say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Upoi uposek watakwe nasibe liam hut e wa hut pun sim kong chulai chuye wa watakwe liam namo tassa toti Sri Lanka siana nasibe liam te hut kong e wa i liam namo tassa le hui sa liam anu lang to tiam and then ilang nasigaw lang s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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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means walang tiate la hut kong e wa. So can you abe kong hut kong e wa Yo dandene adandesu apadutesu dusati dasana manyatarang tanang kipamewa nagacati kitausi hut punsim kong ewa. And ikong na si chile lang kamhing to chile chinja hoi lang chinja esai kong chinja gau kolan lang
伊想着10款的人啊，伊有咧10号款的苦，要对紧伫后尾，过了这10号款的苦，马路啦，伊才会讲脱离伊这个恶的行。这条诗就是讲有单的呢，单的书。伊讲一个人啊，刚刚去想着一个真正好的人，啥物物件叫做真正好的人？我逐过若是大伫路内，我逐过讲，这囡仔若是我来，我要再看一个囡仔咬啊，不是无咬，我问一句话尔。我逐过问伊讲，你今日来听经是哈？你要听经无？唔捌，今日我妈妈带我来听经。我说还问一句话呢？你知无大伫这个世间啊，对于好的人一句啊？这句话，一个囡仔若是唔捌听到经啊，对于好的人一句，伊说戆嘢，说袂晓讲啊，有诶讲输路啦。但是你今日把你看着我，你知我好，这个唔对话了。对于好是一句咧，想袂出。那是搞的人是安尼讲，妈妈甲爸爸。叫你想看妈妈爸爸高路起路多，好路食，好路清，好路大。咁完了有当时你伫考的时啊，伊摕钱啦，摕啦，摕去用啦，摕去用啦。妈妈你去倒你摕，我家己随起你摕去用。你看妈妈爸爸渐渐爱囝好，有当时囝失败，你无头路。你来大甲妈妈甲爸爸，伊讲，嘿，你无头路，你去大爸位啊？唔捌安尼样，食啦，我食糜，你食糜，我食饭，你食饭。所以安尼款的人啊，10分爱你好啊，伊是innocent 咩啥？伊毋捌做错对囝的，maybe 错别项，错讲贪钱虾米，但是对囝啊，伊无错，伊爱囝好。安尼款的人，你来去想着这个阿嬷甲阿爸，10项的课对紧你未走，这世人看好所以你看真正好，伊 control 你爸母，你看 control 你鸟，伊 control 你五官，and 你唔知虾米课要来对紧你后尾，这个人10分的失败，看无着，特别人爱讲。今日看爸母啊，有诶老了啊，看爸母上个假，哎呀，这死啊不买死，阿爸诶家伙，阿嬷摕去了，佫袂要紧，佫去大助理了，特别把日要剩互我剩无半项，互人捞去，互人虾米去，安尼款诶思想阮有，所以这个不但讲这条诗，就是讲。这个人若是讲伊堪兴的爸母啊，现时看无，现时又人讲伊花伫红的时啊，大人讲哇，你看伊有名字，教因的查甫人安尼好了，伊个 control 伊这个甲了伊的官，迄个甲了伊的官，大人看伊好，特别后面这个考伊毋知，这个考我听人讲落听，头前会叫。真正苦的疼要来，这个苦的疼是直直倒落来，人看今日好好，掂无掂起cancer，cancer你知无？疼甲死，这里cancer是疼甲死呢的，有诶掉伫肝伊较无疼，无疼伊坎苦，一过食会腹肚直直大直直虾米，所以这个啊。疼到半死，伊叫 acute pain， 真正大疼，唔知虾米物件要来咯，唔知。第二项 disaster 真正苦的物件，袂晓讲行了苦，特别对伫倒落来，对你家庭，对你大部人，对你家己，对你真正这项，拢总你 disaster， 这个做唔对，那个做唔对，贪你不唔对，虾米不唔对。你贪钱拄着鬼个了，
无贵人，甲了拄着这小人，这个本是叫做 disaster， 本是一个苦。第三项 bodily injury， 点无点落去，咱们去做 factory 做咩？砰 accident 落去啊，骹无手无。下面开骹开手开下面，这个拢总甲了 bodily injury 上久会苦，甲了伤着对伫这个来。第四项 grievous sickness， 你今日看好好，点无点噗一个病来，啊，你病个另外各样，昨昏人才举一个破纸互我看，一个查某大学毕业出来，啊，咱伊叫一个病啥 paralysis 呢？咱伊个小妹甲伊个过一个两个小妹伫教伊，啊，这个两个小妹本叫一个病所三个，你看一个阿嬷，伫做砖做虾米？伫做土水个人，啊，咱你看伊今日一个阿嬷做安尼凄惨个物件，啊，咱来饲三个囝，叫做 paralysis 个囝 ，paralysis 死骹手，啊，这个是叫做 grievous sickness。无人会救你，有当时你叫的时，你再讲，哎呀，我都无做这安怎我点无点的安尼坎坷的虾米？这个你看无着了，这个就是虾米啊？正是你去做着安尼样款的位，啊，咱无定着你去看命的爸母，讲的爸母，哦拍的爸母，哦赶的爸母，我捌请一个家80岁，啊，伊牙路甲伊骂。啊！你牙个枕头飞出，拼出啲虫啊！啊！你讲，你甲我出80岁了，你叫我嘛出去得咯？所以这个啊，是真正苦啊！你无想虾米啊？细汉一直饲路，落屎落尿洗衫，有当时你老屎摕来味看，安怎我屎，我囝的屎臭臭。人讲做梨是臭臭，这个是做梨啦，要大种大脆。啊，你看无？食有当时更好好的物件，伊互伊囝食。啊，咱你知无啊？故事大伫别人时，伊人故事1930几年的时候，我讲落听，老军真呀少。啊，我一个人大伫别人时，300人叫我别人时老军，别人时老军。Actually， 我唔是老军，我是 hospital assistant， 特别险边无半个老军。300有当时生囝生袂出，无味咱通叫伊去叫数啊，伊无叫我数完咯。应叫啊，大龙啊，我无生囝袂出，有一个出了，两下刀佫无挂，伊讲诶有理无出来袂使。我起到就跌落去，加落去，跳落去，有你也袂出安尼路教，等我你相信我做你，等完了佢话马上嘛噗出来了。所以故事你看我人甲了做呢，所以真要叫做物件。第5项 loss of mind， 点无点少。今日我有一个介绍，我讲11岁，逐个考第一名。Suddenly 这个个要去考点啥？伊头壳。人讲我达生的，11岁是虾米有烦恼虾米啊？无 boyfriend， 特别虾米说呢 ？loss of mind， 你到落来，你看阿爸阿妈好人，阿公阿妈好人，啊，这个就是 loss of mind。你到落来，对这个因果来，因果你到落看着想着爸母 innocent， 小路、高路、起路。大项刀下手路，特别路拢总袂记了，啊路想着伊，有当时有个人骂伊爸母，你爱吃莫吃，啊是讲啊，你大你无大，你甲我出，啊，这个解了就是啊，做一个爸母，你赶伊出来，你无啥话，你故事大时，你安怎凄惨，安怎咧啥，有个人个大部人无。看生伊囝出来，囝日来看，你叫伊，你大，你未大，你出。这句话较厉害过，你也都拄着伊。哎呀，阿妈，我无着急，我去拄着你，原谅我。哎呀妈，笑过要紧啦，你无着急，拄着不要紧啦，该几日就好。
特别你今日讲的话，想到你爸母的话，你知无啊？淡的伊要困，莫掂了时，这个思想浮起来。哎呀，我囝，我伫希望讲伊会来赞我老了。今日我看伊真正无好了。特别我想我囝是真正好，安咱伊安怎做？这个阿嬷本无定着牛痴，真正就无明白。伊个孤身艰难，无定着是深头鬼伫做。所以这个本是冤枉的查某，你查某无做安尼物件，这个囡仔三日直大汉，伊把你出嘅出家咧出现互你看，伊歹性地，伊敢讲，安尼今日迄个好嘅新妇本互你讲，无定着是深头鬼。所以你看无这个查某本做唔到，阿嬷本做唔到，囝本做唔到，而这个老人爱失败。所以第五项是 loss of mind， 第六项 oppression by king， 掂无掂你看政府强攻你，这个强攻你咧，这个是对地倒落来，我都无做半项，安怎你掂无掂人这个强攻我做我 confiscate 我教会我虾米，也是安怎样？所以这个就是讲啊，对本是对这个对爸母无讲。而第七项。Heavy accusation 係咪是人掂無掂，人嫌住是你做，其實你無做，但人講是你做，像啊有嘅國家神啊，像你無做，講我敢就做，我無做，特別政府講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所以照看理由是你做啊，無別人做，你對，死罪你就去擔，這個對倒落來，本是。對你想到你阿媽甲阿爸，and then 第八項 loss of relatives， 親像五月，和你親像五月，你所愛所少，就是你愛所少，有人就少爸母，你看，萬一個阿爸無，萬一個阿媽無，阿爸就無鳥食，阿媽就無慘無人顧，and then 有人家己動氣。maybe 你教完了，你冇真正好，然後呢，即係呢，伊離開世間，這叫做 loss of relatives， 真正少嘅兩種離開咯，即係第八項。第九項 destruction of wealth， 即係 destruction of wealth 啊，真係濟人點點阿來問啊，說話喏，安怎即幫我在做蝦米生意啊？有做啦，賺，特別越賺越濟我了，賺越濟我了。有時我扣攞3000塊，攞3000塊就冇掂嚟講，我阿冇管生一粒，doctor 講就去掛，你講是甚至是 cancer， 這個個了攏總是對啲倒落來，你想看，我都無做這樣所以我逐個講經，我逐個聽，安怎我睇下直做，直考，這是較早你幾那時你做。這個功德對你調，so destruction of wealth, loss of business, transactions， 你想人看會貪，你再大人做會貪，今日你去做你失敗 ，and loss of wealth， that means 有當時，蝦米物件是發生啊，你教會攏總無去 ，and then 第10項，會水愛來。and then 你看，你規間店金當當了真呀濟，特別店無店，唔是你嘅厝起火，別間厝起火，直拖，and then 你直救啦，大人啦，唔通交到別人嘅厝就好啦，別人死袂要緊啦，我係事你唔通死啦，大人啦，and 這個就是講啊。Ravaging fire that burns the house， 攏總解了。無了，你去查看，呀報警我就無報警了，仆街。這個10項過了後，伊愛落地獄。所以看無，真係濟人，無要緊，唔通講無要緊，今日咱要講好好。咱今日來看。
你若是惊去做诶人啊，你若是自己敢爱领命爸母，还是领命你娘甲黄官，这款诶行，调伫咧心，大伫咧成一次诶mind，subconscious mind 一条，后过伊个要舞起来，因为虾米事啊？这物件你做了，前下久虾米事你做，前下久你本捌做，咱过一过个要做。伊叫做 habits 惯习心有了，而且惯习心我讲你听你看，咱个不达伊做菩萨的点声，有一个伊做太子，而咱你看伊阿爸教因一个王鸟，而且王鸟伊阿爸就去受反，咱这王鸟输嫁着伊的这个情人囝。了，伫叫迄个情人囝来冲击情人囝，把这个菩萨伊无乱做，所以讲啊，你是我阿嬷，无了我看你做阿嬷，咱你看这个查某啊，伊该肯咬伊家己，咱伊阿爸就对往就对来，伊讲，虾米事你踮咧倒直直，伊讲啊。你个囝来冲击我，你看伊摇啊这边，伊摇啊迄边，伊倒头边讲，然后你看王尾来掠这囝要顶落去，但伊无，因为前边个红公救伊，然后伊去印度大山去修行这善，尾来人找着伊，然后伊才讲，这个倒头边讲。所以这安尼款的物件，这个伊来生活，你看这个查某啊，伊做一个王鸟，安尼伊约会有，伊本来做完婚，安伊这个做完婚是真正安尼教，交底压一个，真正一项马肚啦、虾米啦，做甲伊包到大大个，大大个佫袂要紧，伊交底压物件拍伊骹拍较正。咱伊做行无力，咱你来看伊讲安尼话，伊讲哇，你真正够恭敬，你一个恭敬遐人安尼坐来，了我坐不到一日大，你无拍算咩？啊，咱即句话不大听着讲，伊讲 sister， 今日你讲即句话对无对是你知甲我知，即个查某佢讲。对，这句话无人知，是你知甲我知，所以武大本可以着听见来，这个查某人讲话真正厉害，尾来伊活行出落地嘅，这个互你看。你讲是虾米事？前下久伊有做安尼款的物件，所以过来伊有安尼款的行，安尼款的行，你生活了，伊个要来做乱咯。伊讲安尼啊。个路上的查某本是安尼，正事本是做安尼，甲比伊是做菩萨的点声，伊真正知。所以这个我莫讲上济，他那我要讲过一项啊，真正济人啊，点无点啊。我要讲一条故事互你听，咱的目犍连你人知无？创造佛的道地啊，第一咬心动力是咱的目犍连，而且目犍连的点声。伊早几若时前的时啊，伊点无点啊，伊真正巧，伊安怎做啊？伊早起啊，伊顾伊爸母、阿妈阿爸，伊人因着是安怎做啊？若是阿妈阿爸起了啊，爱夹面喷水，爱夹喙齿边，伊人无喙齿边，人叫嘟滴。要害人洗了做酒糜，害人食了嘛你才做工了要较早转来，佫要来煮，佫要饲爸母。你看大埔安尼伫做，目犍连安尼款做，安尼伊虾米说啊？伊做好诶人，tapi有一日点无点啊，伊伫做好了，伊爸母看，囝为囝，内面厝你本顾，外面你本顾。应该这个内面厝你带一个某来顾我人来，尾来这个来爸母逼伊教因，这教因了看着一个查某，这个查某先生啊，对待这个鸟甲黄冠是真正好，甲你看有虾米物件，要大部人谈虾米 special 的物件，
伊大部人就做拿这个物件来互伊某，伊意思是啥物啊？伊互伊某是讲啊，我这个某真正好，伊顾我爸母，伊顾我爸母呢，我应该有啥物物件我要互伊，如果是顾我爸母，所以这个查某掂无掂啊，对待伊猫甲黄瓜真正好。到一日啊，伊看搭过我大部人拿物件好好物件好啊，伊无想甲爸母，定着伊是熟我较济过爸母，所以安怎做？伊做伊款人讲款，伊做伊款无像，他跟伊鸟来是土袂热，伊互热甲都袂动，他跟袂冷伊互冷甲都袂动，所以伊做安尼。这边掂，那边掂，咱直接伊去摕只土掂来掂去规间厝，咱你大部人转来，按照这样啊垃圾，这样啊垃圾，这样啊垃圾。伊讲就是啦，你爸母啊，我渐渐甲伊讲唔通啦，你这个脑一个前面，咱唔通啦，你人家掂来掂去，伊讲安怎做啊？这个就是讲啊，这个大部，后头伊是。故事做好啊！人讲这个某，像讲伊说笑伊某过头。你讲安怎做啊？安尼要某讲，这间厝安尼，若是这内老人大，我未大。了这大部笑某啦。你讲未大要安怎做？你讲啊，掠人来去太互伊死点下角。目前人啊，你看，伊是好人，特别买来上讲啊，有个人讲天头龟，你人能受气，我是照健讲啊，人能讲死鬼啊，做安我讲天头龟啊，是我是讲有个好真正济，心不好个真济，所以讲这，咱你讲啊，这查某讲啊，去伫山独，所以安怎做啊？伊甲伊阿爸嘛讲。阿爸阿妈，搁一个感动，你亲情叫你去，伊讲亲情久毋捌看到你，咱进来前面咱就有牛车，所以讲好，今仔再来做阿爸阿妈来前面坐伫手车，坐伫牛车，坐伫牛车了安怎做？伊到咧巴位啊！伊嚷上啊擦啊咧，汪嚷来嚷去，嚷来嚷去。你讲阿爸，这边搞到土匪啊，我就走啊，我无走我死哦。咱伊阿爸讲，有影无？若是安尼，你走，我人老人死了袂要紧啊。咱伊放咧车，咧车落咧开，乒乒乓乓，两个阿爸阿妈会弄死去。这里是到底做安尼，那个到底嚷来嚷去，有影上啊土匪伫拍枪安尼啊，两个死去，你知无啊？目前人落地基热久啊，照福建再来，正8,000年啊，正8,000年，就是系深头鬼系。所以这个啊，买来伊落地基了起了青了栽了，就迄个一时一直直做好，后佢要来做福的土地，第一关的土地。所以这个物件来看，就是讲啊，咱要讲，这个就是啊，咱因果未走，这个。到这个点声，看下咱要讲一条佛有伫世间的点声，佛有伫世间的点声，伊看到一个人真正热心，渐来听经。咱佛看到这个人啊，结尾是会结尾啊，伊会谈到一个二个的地位了，伊后过要大伫天顶要跳出苦海了。所以佛主义来，咱有一日啊，掂无掂伊无来，一日无来，2日无来，3日无来，差不多1礼拜伊无来。
按好注意，按照这个囡仔无来。然有一日一来，啊，到一礼拜了一来，来讲有巴萨加，有巴萨加。按照你逐日都来了，这几礼拜都无来，是虾米事？你讲迄时阵，我家庭有淡薄乱，虾米乱啊？你讲下我听。伊讲啊，我有一个某 ，and then 新鲜的是对我真正好，咱国外爸母真正好，咱我个真正使用伊 ，because 啊，伊款待我爸母真正好，到伊甲款待我爸母真正好啊，我真正注意要几粒好物件我互伊，常啊你看无？你讲这故事我咧做，伊听下我咧做，我逐句互伊。然伊想讲，我大部人点点笑我，虾米好物件点点互我，伊无互伊阿爸甲阿嬷。and then 啊，这里无啊，伊这个是嘛无了啊，伊剩一阿爸俩，按剩一阿爸了，人家就讲啊，最好啦，伊讲给大部人听。你阿爸做安尼垃圾啊？爱到这间厝啊，是我大还是伊大？伊来大我出，还是我大你叫你阿爸出？俺咱这个好的人按照想，你讲我阿爸老了，你少年，你若是要出呢，你看哪甲我出？你睇下甲我出呢，我阿爸老了，我会顾我阿爸。啊，这个是真正好的物件，伊无互亲头鬼讲着。所以讲，你若是爱大，你大；你若未大呢，你做你出。啊，你在啲红色牙路，自己未好诶，2日、3日、4日，差不多一礼拜做甲掉跌了后，咱一看讲。哇！我大部人真正打定，真正 determination 真正高嘅爸母，来讲是我错了。我想讲伊烧我过头，其实伊烧伊阿爸真正济。啊，你互我这个女上啊，人讲讲话，我这正高嘅爸母，伊才有互我这个物件。所以未来啊，伊在请，你讲看哪里？你要叫我啊，叫赶我阿爸出我袂，我看你少年，你会凊彩去倒落，本就有人爱你做你去，安伊叫伊某做伊去，叫伊某你出对去，安咱某知讲伊大部人是真正好诶人，安咱跪落去，甲伊阿大部人，甲跪落伊五官，则讲去知今日我明白。咱做今日就要顾爸母，按今日我冤枉你几哪项，我责任是我唔对。那你若是会原谅我搁大到对甲我大部人，按就乎之日啊，这个查某变好做一下，按伊个大部人变好，按咱 after that 有时不讲经，这个大部谈一个罗汉，按伊个某本谈一个罗汉，按你虾米事，人就变好。still 个有这个机会，本是谈一个罗汉。咱或者讲啊，这个啊，你无今日叫你讲赶你大部人出，你无赶，特别正是你赶你赶你阿爸出，你知无？伊讲迄个我唔知，然后唔知我讲你听，所以胡哥讲过一条故事，伊讲无几时前嘅事啊。你本是安尼款的人，安尼你到你未来啊，逐日你顾你阿爸，顾甲真正好事，安你阿爸看，那边就做，外面就做，安尼若地好啊，你若是会，伊讲你就要去教因，安伊个囝讲我唔买啦，查某有伫厝啊，有当时输甲了啦，唔免啦。特别阿爸强带一个查某来，互伊来，这阿爸摕来做新妇，互伊做某。伊本接受啦，特别接受了，本是上你看，伊偷偷讲啊，
有虾米好我达甫人好我，但是我达甫人惜我，无虾米菜的达，无虾米菜的阿爸，所以佢变起来了，就变起来人家做，伊家嘅达甫人讲，你阿爸掂来掂去，配换来配换去，咱骨粒去生地命。而且你冇买咩？你该偷领，以后你领个啥生的呢？你来偷抓，以后你抓啥滚水的呢？所以讲安尼，然后讲你把骨粒领命哇，安尼较好啊，安怎做啊？伊老了，伊老毛了，较好做伊啊，点可以死去啊！伊老了未做半行。安尼你知无啊？这个佛教的时，伊较早的时，伊个地位较无。伊讲好啦，他那你要叫我做啊，阿爸死，特别提死一个人啊，政府无帮你耍了，所以安怎做啊？所以包个改呀，你妈在讲到声阿爸，你咪进来，这兴故事的兴来一个来，要叫你去啊，了你去，你阿爸个前面，你安怎做？特别有一个囝，7岁囝，这7岁囝是就是咱的菩萨，这咱的菩萨看了阿爸甲阿嬷伫讲话，一句话伊无讲，伊听解了伊知，我阿嬷无好的人，要做我阿公死，我阿爸戆人，搁要传播甲伊，人要落无间地狱，7岁囝呢，伊知讲这是。要落无间地狱，所以唔敢讲半项大点，害人来老人去拍算。你要么知啊，野个牛车来啊，阿爸，人要叫你去啊，去甲伊讨钱啊，讲伊要还你啊，伊讲着伊故事摕了钱，他人要来还你，对去，对去了安怎做啊？到日要去了是安怎做？伊讲来啦，早去就带伊阿爸去。特别这7岁囝先带去伫咧牛车，坐伫牛车那边。咱看伊个囝对紧条条，伊本未做半项，囝要来嘛来咯。了爷个肚头，爷个这个刀只下面，咱去了，阿爸。这老阿公甲伊啊，甲这个大伯甲伊后生三人坐伫牛车，去甲一个大巴的位，咱伊爷的肚头，一个屈伫大巴，咱这7岁囝，阿爸都未做半项，大伫牛车坐点，你讲前面做坐点，所以看阿爸就一个屈。伊徛去，阿爸，大伫这个大巴，这个所在我看你伫一个窟，你要做这窟是做虾米啊？也无讲有草，也无讲有药，也无讲有竹，你伫一个窟，你是要做虾米物件？爸爸，咱个爸就讲，哎呀，你唔知啊。你阿公啊，无路用戆大老毛一个大家，你妈本结气，我本结气，看下我人要来，骨大落去，伫这边了，土给冚起来啊！这个7岁囝就睇家嘅爸爸，搁一个 spit 就乌头，伊本一个窟。了这个窟了，伊阿爸看伊伊本啦，了尾来阿爸讲，这个囡仔个真正骨力你这个窟做虾米啊？阿爸，我这个窟像个路安尼啦，你阿爸老了，这个窟要带路啦。他让我看你做了这个工，我看你本是无路用的，我这个窟要带路啦。所以讲若是安怎落去，阿爸讲安怎做啊？阿爸，这个物件你所做落去是落无间地狱啊！就是假路诶，然伊讲就阿嬷叫我做安尼物件，
阿妈叫你做啊，阿妈害死你，伊落无干得嘅，你后面对紧落去啊，你安怎做啊？所以讲囝安怎做，赶出，唔通喺大厝，你囝家嘅爸，赶出唔通喺大厝，一唔通喺大厝，你安怎做啊？出冚會咪入，所以呀，伊講好啦，一帶對阿爸，帶對阿爸咧，車拍到對嚟，就拍到對嚟咧，大啲外面嘅位啊，伊個查某上講今日，伊講這老灰姑去了啊，死了啊，就啲煮 special 嘅飯要來大食，大部人要食，伊要食，甲囝要食。and then 伊看出來，哎呀，慘啊！嗰個老灰姑個都對來啊！老灰姑是咧唔關啦，慘啊！個都對來，你講一落靠慘，咱要叫伊點咧講，伊個帶對來，and 帶對來你想查某歡喜，面烏面臭。因為大部分人做面烏面臭啦，你面烏面臭，我幫面烏面臭啦，面烏面臭了，佢唔要緊啊，也炒也面拍嘢波，拍咧佢後面數跑啊咧啊，冇計計講話，直接拍咧塞一出掃門起來 ，and 阿爸個囝伊煮嘅物件 special 嘅人大隻。and then 伊個洗也咧老人洗換衫嗬 ，and 伊都在老人去嘅時穿破衫破褲嘅老人，所以洗這老人洗嘅囝，咱過，咱趕伊冇出，一大啲內面，大啲內面了你知無啊？直直咧埋了啊，冇唔敢對啦，唔敢對去倒啦。嗰個4、5間嘅厝嘅親戚去土地迄邊，按去土地迄邊大啦，要對來看迄大部人嘅面烏面臭，無通甲伊講話，你甲伊講話，伊連睬都無，連囝對阿爸調，囝本未通講話，所以我要做一啲慘大日，咱要1日過、2日過、3日過、4日過，無半項。嗰時即個囡仔7歲講，阿爸，查某人做唔對，你就要加死伊添添，安怎加死啊？你去講人聽，我有一個孫啊，大啲倒落甘崩，伊要來對來要做我的某，要來顧我的阿爸，參要顧我的囝，你。搞呢，買花香水，了你坐車去，講啦，我要去看鳥。and then 啊，囝大啲厝啦，囝大啲厝了，講，了你本互人聽啦，我要去帶新鳥，我要去帶新鳥。你若想看一個某個，伊個大部人講要去帶新鳥，你想伊會食會困未？你會食未困咯？慘啊！這個若是教佢落去，我無通對做啲下了，所以安怎做啊？阿爸只出，伊講如果唔通快對啊，你出了你去土個下晡你才對來，這7歲囝教嘅呢，這安怎做啊？阿媽就在找囝，囝導龍我啦，導龍蝦米媽媽，你阿爸若是去帶別個。我無通對來了啦，無彩你是我的囝，我真正惜你，咱我本惜我大部人，是我唔對，我看衰阿爸，這個我做唔對，阿媽你知安尼是唔對啦，我知唔對，但係你若是會靠近你爸講啊，唔通去帶細胞啦，了原在互我對來。了我要真正乖，真正好啦。and then 下晡伊阿爸對來嘅時，安怎
啊，要死了哦！哦，这个查某我步步跳三啊，咱就要死了。过来求囝大龙啊，过大龙。啊，咱买来安怎做？有影，伊才讲，阿爸，我阿妈生我出来，安伊无明白，今日若汝若是咬的人啊。伊假如伊今日知讲，汝做的工课是对，伊做的工课毋对，汝假死了，咱这个某汝毋通带转来啊！汝甲伊讲啊，看下我的某倒转来了，我袂使交伊两个某我打假条当，我卖汝了，汝去看甲一个新的某讲我卖带汝转来，啊，到无半项无成红食过。讲这个路断了啦，我无爱带落转来。所以你看，这个买来的时啊，伊来回毋对，甲伊个查甫人，甲囝，and then 伊顾紧迄个老人，像甲伊个阿爸安尼啊。所以伫这边你来看，今日真正济查某，咱爱人的囝，咱就要爱人的阿爸甲阿妈。毋通讲咱爱人的囝，伊阿爸伊阿妈，咱讲是假，毋通讲做假。安尼我惜我查甫人，我爱讲伊惜一个惜伊阿爸甲伊阿妈。安咱大部分是像，大部分你教员就这个查某了，伊真正惜伊阿妈甲伊阿爸。女人今日啊，应该若是讲啊，你是好的查甫，你本看伊的妈甲伊阿爸，像甲你的妈甲你的阿爸，这个就是讲啊，这个家庭真正好好合合。今日若是讲你若是对安尼样的物件，不但讲啊，你是行孝的人、好的人、忠直的人，就若是去想着这忠直的人，这个10项的课爱对你去。所以真正侪人无明白，安怎我直直做直直坎坷，我直直做直直坎坷。因为咱正是有捌做一个有时无对的物件，咱若是不要做这做这无对的物件，今日咱来担淡薄苦。今日你看一个人真正快乐，伊是对前下久伊做无做错，这个今日不大讲啊。一点雨一点草，听到你来做大人的家庭是真正好。你看好啊，人若是讲啊要去人的外家，你来听为啥角的故事，你看人要来带伊查某去做啊，伊人因着是安尼个，囝婿要带新娘，毋是讲囝婿坐摩托车去带新娘来，囝婿住伫厝。就是先开只下面去带新娘来，再来马路再讲啊，去带新娘来，毋是囝婿去带新娘。所以你看，人要来教因为啥角会点声？你看，伊阿爸安怎又讲苦看伊走啊？囝为囝，妈在你要做人的媳妇，你这几项你就要教。这个你就要顾啥物啊？你住伫人的厝，你食人的饭了。这边你讲啊，人若是好，你会使好。你讲啥物事啊？伊好压过头，有时人渐渐来借物件，借了伊嘛再个还，还是后日个还，还是借钱，还是借家私啊物，你好。头一项，人若是借物件，伊若是有好。你愿再个借伊。第二项，伊若是借物件，伊无还到对，你毋通借伊。你毋使去受压甲伊，有时你借了你无还，他哪个要来借？无啊。第三项，伊若是有好，伊若有还甲无还，你应该借伊。这个是对咧亲情咧虾米？有当时伊人巧，了伊人借，你看破亲情。第四项，你来讲啊，这个到了10项，听我上这个我后礼拜才讲伫大啲佛教这沙龙湾，这个10项伊教伊个囝，
特别这边我搁要讲过一项啊，这个长人的搁一项，搁一个老人会记，这个记草啊子，做人的媳妇要捌道理，晚晚困早早起，起来洗头抹粉点胭脂，入房内牙尖子，落灶骹洗碗肚，学老兄学老弟，学老亲家请唔够家事。这句话真正久了，特别老人会记起来哦。后过老真正咬的媳妇，好的媳妇，忠直的媳妇，所以到到这边为止。咱来回向啊，回向。一当呢呀，金囊好度，苏吉达红度呀的哟。一当呢呀，金囊好度，苏吉达红度呀的哟。一当呢呀，金囊好度。Sukita hontunya tayo ita wakta camhi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ta anu modanto sabe sampati siddhya Sadu, sadu, sadu. Baw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aw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dhamm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aw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sangk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long trong bình an. Pi Buddha kêu tâm tâm khoa phong pi này là bộ kêu khoa ba hàng kata phong pi lu si quan xiang gu. Anything lu khoa je dalam go hang lu meditation tiêu. Nah si lu khoa je lu bo khoa je xiang gu lu khoa je chele chabo. Cô chính cha suy ý bộ kêu con trả bó gì quan nhân bộ tiêu đó lúc là quan cho sang qua mẹ cho sang cu cho mẹ phong pi ra mẹ hồng gì đó lúc chế lúc kỳ mà là cũng lúc lâu quả lâu qua hả mi à? Con ở theo hả mi này? Hả? Lâu qua truy à? Áo ta lúc khám leo lên bà chiêu à? Lúc khoai tức lúc khoai cho hả mi truy chay tin tặng hả mi lại tin tặng không chi sẽ lúc khoa sẽ lúc khoa observation là cái khoa chỉ nhảy cái luật kiểu lúc khoa ngon uống anh chơi ngon uống thì siêu xong hình sắc số lúc là gì chang là gì khoa lên sang cu tức tin tặng thấy nhau sing that lúc khoa cho sinh hoa lúc khoa cho bố sống lúc tí chum cho bố sống là Buddha công anh này là lúc thành cô lô hành tapi lâu qua jual suan nó anh cho nên jual cho mình giờ nó sinh hoa cả lúc khoa hiểu theo không? So sing the right thing là咩? Tin tặng liao liao. Then nó chế liao nó khoa. Ít chỗ là bắt đầu.
อันแล้วเทียแล้วเต็งแล้วเล็งแล้วอันที่เต็งเล็งแล้วรู้ความเดียวมั้ย contraction relaxing or rising falling อุติเดจำเพียง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เดียวอันว่าแค่อันสังกัดศิลปะตัวเนี่ยอันว่าตัวเกี่ยวกับความเดียวบาตูรู้เท่าไรเสียง so once รู้เสียงทำชิ้นชี้แล้วรู้เลยความอันแล้วเล็งอีวันจะอันรู้ความเดียวเท่าที่ดีกรีอันเตจิเดดีกรีอันเตสานดีกรีคุกอันแล้วสัมไปเบต้าแล้วอีปีเต็งแล้วรู้จริงแล้วขันคออีวันรู้ขันคอรู้เป็นใจขันคอใช่ไหมทำยังไงso กำกับso รู้ความเดียวมันแล้วก็อันขันคอ body feeling ไหลแล้วเล็งยังไม่เป็นสิ feeling เล็งแล้ว所以看升华，但嘛安的 feeling， 他那灵的 feeling， 安的 feeling call， 灵的 feeling song， 所以看升华，安尼老路人看了，精神足咯。如果他看呢，不到碰壁，安尼不讲啊，不到碰壁，安尼讲啊。ปีว่ารู้ไหมความเนี่ยปีโบเสียงปีแล้วคู่ขลายคู่ขับปี degrees and 这类本是รู้ความ就过程那咩อันคู่ขอันจิกคำ这类啦รู้ความ就วิปัสสนาเบ่ง